唔知大家近期有冇留意到一個好恐怖嘅現象，就係每逢到咗禮拜五、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嘅夜晚，當你行喺旺角、尖沙咀或者銅鑼灣呢啲以前菜人塞到爆嘅核心商圈，你會發現街上面嘅人流竟然稀疏到有啲心慌。再睇睇啲街鋪，一間、兩間、三間，全部都貼晒租約期滿，光榮結業或者直情係拉埋鐵閘揾圍板封住。最誇張嘅係乜嘢？係我哋由細食到大，曾經代表住香港飲食文化中流砥柱嘅港式茶餐廳，而家竟然掀起咗一陣前所未有嘅執笠潮。有業界內部人士透露，有啲傳統茶餐廳嘅營業額同全盛時期相比，直情係大跌咗足足70%。70%啊！大家，呢個唔係普通嘅生意波動，呢個直情係腰斬再條命。好多以前排長龍嘅老字號，而家一到夜晚8、9點，入面就只剩返2、3台客，冷清到連伙計拍蒼蠅嘅聲都聽得到。見到咁樣嘅境況，真係慘到令人唔敢睇，亦都令好多餐飲業老細晚晚瞓唔着，驚幾時輪到自己要宣布破產。而喺呢個風暴中心入面，最顯眼、最令人唏噓嘅，就莫過於曾經貴為茶餐廳第一股、風光無限嘅翠華茶餐廳。連佢哋呢啲背靠上市集團、資金雄厚嘅餐飲巨頭，而家都好似頂唔順啦，一間接一間咁關閉香港嘅核心分店。好多人會問，點解會搞成咁？答案其實好殘酷，因為香港嘅茶餐廳而家正全面受到內地嗰啲網紅店、新興餐飲品牌嘅降維打擊。人哋用緊新時代嘅互聯網思維、極致嘅性價比同埋魔鬼式嘅服務入嚟搶客，而我哋本土嘅茶餐廳煞有介事咁由以前香港味道嘅代表，慢慢變到又老土又守舊，甚至連最基本嘅服務都做唔好。如果再淡讓落去，港式茶餐廳呢個曾經令香港人引以為傲嘅招牌，真係隨時會正式玩完。要明白呢場危機有幾咁深重，我哋必須要先將時間撥返去以前，睇下港式茶餐廳到底係點樣一步一步行上神壇，又係點樣喺不知不覺間失去了靈魂。話說反翻轉頭，港式茶餐廳嘅出現，本身就是香港中西文化交融嘅一個傳奇奇蹟。喺上個世紀50、60年代，香港受到英國殖民統治嘅影響，西餐廳開始興起。但係嗰陣時嘅高級西餐廳，即係所謂嘅港式西餐或者高檔酒店餐廳，全部都係高消費地方，普通嘅打工仔、基層市民根本消費唔起。於是有一班充滿智慧嘅本地餐飲前輩，就開創咗冰室或者茶餐廳呢種模式。佢哋將西方嘅奶茶、咖啡、多士、羅宋湯，結合埋我哋中國人最中意食嘅炒粉麵飯、生滾粥、燒味，用一個非常之平民化、草根化嘅價錢賣俾大家。呢種地方唔需要你着西裝打呔，你着住對拖鞋，甚至啱啱喺地盤收工滿身大汗，都可以入去叫一杯凍檸茶，食碟乾炒牛河。呢種無拘無束、海納百川嘅包容性，就係茶餐廳最原始、最迷人嘅香港精神。而喺咁多間茶餐廳入面，翠華絕對係一個神話。大家可能仲記得，翠華最早喺1967年嘅時候，其實只係旺角一間好普通嘅冰室。後來由蔡創波先生同埋一班伙伴頂手之後，開始大刀闊斧咁改革，逐步將佢做大。去到90年代、2000年代，翠華直情將茶餐廳呢個行業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最經典嘅，一定係佢哋位於中環威靈頓街嗰間分店。嗰度鄰近蘭桂坊，每逢星期五、星期六深夜，班中環才俊、富二代、明星、外國人喺蘭桂坊飲完酒，下半場最中意去邊度？就係去翠華食一碗魚蛋片頭河，或者飲杯熱奶茶醒酒。嗰陣時嘅翠華真係風光到不得了，門口長年停滿晒保時捷、法拉利等各款名車，你隨手一指，可能就係某個當紅歌星或者金牌金領。翠華成功將原本屬於街坊草根嘅茶餐廳，包裝成一個連明星名流都爭住去嘅時尚潮流地標。去到2012年的時候，翠華甚至成功喺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成為全香港第一家上市嘅茶餐廳集團，股票代號1314，
當時大家仲話呢個代號代表住一生一世，象徵住港式茶餐廳嘅神話會永垂不朽。喺最巔峰嘅時期，翠華嘅市值高達幾十億港元，分店開完一間又一間，連內地嘅遊客嚟到香港都一定要去翠華打卡，食個奶油豬，飲杯凍奶茶，先至算係真正嚟過香港。但係花無百日紅，邊個會估到呢個曾經創造出無數傳奇嘅茶餐廳帝國，去到近年會落得一個如此黯然落幕嘅下場。自從2019年之後，加上後來幾年嘅疫情衝擊，成個香港嘅消費生態發生咗翻天覆地嘅改變。當2023年初香港同內地全面恢復通關之後，香港嘅餐飲業老細原本以為會等嚟大批內地遊客嘅報復性消費，可以重溫以前排隊排到街尾嘅美夢，但現實卻狠狠地升咗佢哋一巴掌。內地遊客係有嚟，但佢哋嘅消費模式變咗，好多人唔再追求去呢啲傳統嘅連鎖店消費，反而係興起特種兵式旅遊，一餐飯可能淨係買個麵包，影張相就走。更致命嘅係，香港人自己嘅消費力開始出現咗史無前例嘅北上狂潮。每逢週末，幾十萬香港市民好似大逃亡咁，湧去深圳嘅羅湖、福田、南山。人哋去深圳消費，追求嘅係乜嘢？係性價比，係極致嘅服務，同埋新鮮感。當香港人喺深圳體驗過人哋啲高質素服務同美輪美奐嘅商場餐廳之後，返到香港再睇下自己本地嘅茶餐廳，嗰種心理落差真係大到冇辦法接受。喺呢個大環境之下，翠華首當其衝。佢哋中環威靈頓街嘅旗艦店喺幾年前就因為頂唔順每個月高達過百萬嘅天文數字租金，最終無奈結業。隨後多間位於尖沙咀、旺角等核心旅遊區嘅大店都紛紛拉閘或者縮減規模。睇返佢哋嘅財報，虧損嘅數字簡直係觸目驚心。翠華嘅沒落，其實就係成個港式茶餐廳行業走向衰退嘅一個縮影。到底內地嗰啲網紅店係用緊啲咩招數，對香港茶餐廳進行降維打擊呢？我哋只要親身去一趟深圳，或者睇下最近開到嚟香港嘅內地連鎖品牌，就一目了然。首先，最表面亦都係最直觀嘅，就係裝修同用餐環境。內地而家求其一間連鎖餐飲店，無論係賣酸菜魚嘅、賣椰子雞嘅，定係做新派茶飲嘅，佢哋喺鋪面設計上面花嘅心思同資金，係香港傳統茶餐廳完全冇辦法想象嘅。人哋走嘅係一店一風格，一係就非常有科技感，一係就充滿古風國潮，再唔係就係極簡文青風。每一盞燈光嘅折射角度，每一個座位嘅闊落程度，以至牆上面嘅裝飾字句，全部都係經過精心計算，目的就係為咗迎合現代人手機食先嘅習慣，等消費者一坐低就忍不住想影相打卡發朋友圈。反觀香港絕大多數嘅茶餐廳，幾十年嚟嘅裝修風格幾乎一模一樣，白光管、馬賽克地板，窄到連轉身都困難嘅卡位。好多時，你同隔壁台嘅陌生人直情係背貼背咁坐，對面坐住個唔識嘅人一齊拼台，大家連呼吸嘅氣味都聞得到。如果係以前生活節奏快，大家只求填飽個肚嘅年代，呢種追求極致效率嘅空間佈局係冇問題嘅。但係喺2026年嘅今日，當消費者對於生活質素有咗更高追求嘅時候，你仲要大家逼喺一個好似監獄長凳咁嘅窄卡位入面，忍受住周圍嘈雜到好似街市咁嘅環境仲要經常黏糊糊，邊個會覺得呢個係一種享受？除咗外在環境，最核心拉開最大差距嘅，其實係服務意識。呢個亦都係全香港市民近年來怨氣最大、最感同身受嘅一點。講起內地嘅餐飲服務，大家第一時間可能會諗起撈海底撈嗰種無微不至，甚至有啲過分熱情嘅魔鬼服務。就算唔講海底撈，普通一間太二酸菜魚或者返深圳求其入一間商場食肆，人哋嘅服務員一見到你入嚟，一定係笑臉迎人，叫一聲歡迎光臨。坐低之後，即刻幫你倒水，遞上圍裙，甚至準備埋橡筋俾長頭髮嘅女士綁頭髮。人哋嘅點餐系統順暢無比，用微信或者支付寶掃一掃二維碼，想加咩
假咩，走蔥走辣一目了然，結賬亦都係一秒搞掂。整個過程中，你感受到嘅係被尊重、被照顧。但係你試下行入香港一間典型嘅茶餐廳，好多時你一隻腳踏入去，未坐穩，個阿叔或者阿姐就已經用一種充滿怨氣，甚至好似你憎佢幾百萬咁嘅眼神望住你。你問佢有冇位，佢可能淨係用下巴指一指某個角落，冷冷咁拋下一句入去同人拼台啦。坐低之後，你想睇多兩眼個餐牌，諗下食乜，個伙計就會拿着個電子點餐機，面黑黑咁企喺你隔籬，隻腳係咁抖，手指仲不停敲張台，好似催命咁催你食嗎？快啲啦！如果你諗得慢得滯，或者想問多兩句個菜式係點整嘅，佢分分鐘會俾個白眼你，甚至喳一聲轉身就走。去到食完飯想埋單，你想坐多5分鐘飲埋杯奶茶？對唔住，個阿姐好快就會行過嚟，一隻手大巴大巴咁將你個空碟收走，順便用條污糟嘅抹布喺你面前狂抹張台，甚至直接將張單拎喺你面前。呢種行為潛台詞其實好明顯，就係食飽就快啲滾蛋，唔好阻住我做下一單生意。更唔好講有啲茶餐廳為咗慳成本，連水都唔肯提供，你想飲杯水，要收你2-3蚊。你話要凍飲，又要加你3至5蚊。喺以前，香港人可能習慣咗呢種所謂嘅高效率、節奏快，大家互相體諒，覺得茶餐廳就係咁樣運作。但係當大家依家去完深圳，發現原來用更平嘅價錢可以換嚟當上帝一樣嘅待遇，反倒香港仲要菜錢入人哋袋去買難受，去受欺，大家自然會用腳投票，唔再幫襯。再講到食物本身，呢個先至係最令人痛心嘅地方。港式茶餐廳以前之所以出名，係因為佢哋嘅食物真係有質素。一杯合格嘅絲襪奶茶要講究茶葉嘅配方，粗茶、中茶、細茶嘅比例要拿捏得剛剛好，要經過撞茶、焗茶等繁複嘅工序，沖出嚟先至可以做到滑口、茶香奶濃。一碟乾炒牛河最講究鑊氣，師傅要控油控得好，炒到條條河粉都均勻沾上老抽，但碟底又唔可以有一灘油，牛肉仲要保持嫩滑。然而近年好多香港茶餐廳為咗追求利潤最大化，將成本壓縮到極致，導致食物質素出現斷崖式嘅下跌。依家好多茶餐廳嘅廚房已經唔再請有幾十年經驗、有真功夫嘅大廚，反而係請一班根本唔識煮餸嘅雜工，依賴工業化嘅預製菜或者現成醬料。你去食碟沙爹牛肉麵，以前嘅牛肉係用新鮮牛肉去切、去醃製嘅，依家全部都係用啲打晒鬆肉粉，毫無牛肉味，口感好似塑膠啖嘅急凍牛肉片。個沙爹汁淡茂茂，好似加水稀釋咗10倍咁。你去飲杯凍奶茶，以前用正宗黑白淡奶，依家好多轉用廉價嘅植物奶精或者預調奶茶粉，飲落去一陣化學味，又澀又假。更離譜嘅係收費，以前茶餐廳係平民飯堂，30-40蚊有一餐，依家求其一碟頹飯，即係所謂嘅午餐肉煎蛋飯或者叉燒燒鴨飯，配一杯凍飲，求其都要收你70-80蚊。如果去到中環、銅鑼灣呢啲地區，破100蚊一餐直情係家常便飯。你想食個特餐，沙爹牛肉麵配炒蛋多士，分分鐘要80-90蚊港幣。好啦，消費者俾咗接近100蚊出嚟，得到嘅係啲乜嘢？係質素低劣嘅預製食物，係窄到成隻死狗啖嘅用餐空間，同埋伙計極度惡劣嘅態度。呢個直情唔係消費，呢個係精神虐待。反觀內地嘅品牌，人哋點樣做食物？人哋玩嘅係單品極致同埋供應鏈嘅深度整合。以太二酸菜魚或者近年好紅嘅鮑師傅、茶顏悅色、霸王茶姬呢啲品牌為止，佢哋可能成個餐牌就只係專注做好幾樣嘢。因為品類單一，佢哋可以做到極大規模嘅採購，將原材料嘅成本壓到最低，同時保證每一批次嘅質素都高度穩定。佢哋嘅廚房雖然亦都高度標準化，但人哋做出來嘅口味符合大眾預期，而且研發速度極之快。每隔1-2個月，
人哋就會推出新產品、新口味，保持消費者嘅新鮮感。而且，內地餐飲近年將性價比玩到登峰造極，你花幾十蚊人民幣喺深圳可以食到一大鍋現條活魚現殺現煮嘅酸菜魚、白飯任裝、陳皮洛神花茶任飲。你想喝杯奶茶？十幾塊錢有一大杯用鮮奶同原葉茶現泡嘅國風鮮奶茶，包裝仲靚到好似一件藝術品咁。當人哋用緊如此龐大嘅資本、如此現代化嘅管理、如此極致嘅性價比，好似開外掛彈打過嚟嘅時候，香港嗰啲依然守住幾十年前老套路，靠加價嚟維持利潤，靠刻薄員工同客人都維持營運嘅老土茶餐廳，點可能唔全面潰敗？面對呢場降維打擊，好多香港嘅茶餐廳老細唔去自我反省，反而好鍾意將所有責任都推晒俾客觀因素。最常聽到嘅藉口就係香港租金貴啊嘛，香港人工貴啊嘛，我哋唔賣咁貴，唔做快啲，點樣交租啊？誠然，香港嘅地產霸權、天價租金確實係扼殺實體經濟嘅一大元兇，但係呢個藉口喺過去幾十年可能行得通，放喺2026年的今日已經開始失去說服力。點解咁講？因為近年隨着經濟轉型，香港嘅商鋪租金其實已經出現咗大幅度嘅回落，好多原本高不可攀嘅鋪位，業主都願意減租3成、4成，甚至5成嚟留客。但係你有冇見過邊間茶餐廳因為業主減咗租而主動將碟乾炒牛河由80蚊減返去60蚊？冇，一間都冇。佢哋依然維持住高昂嘅售價，但食物質素同服務依舊冇改善。這說明了租金貴只是遮羞布，真正嘅核心問題係管理思維嘅僵化同埋對消費者嘅傲慢。好多茶餐廳嘅老細同高層思維依然停留在80、9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遍地黃金嘅黃金時代。嗰陣時香港人多，遊客多，市民消費意欲旺盛，只要你開得成一間鋪，基本上點做都會賺錢。所以佢哋培養出一種唔憂做嘅心態。反正我開喺度，你鍾意食就食，唔食就罷，後面大把人排隊。佢哋從來冇諗過要去優化內部嘅流程，從來冇諗過要去好好培訓員工嘅服務禮貌，更加冇諗過要與時俱進，去研發一啲符合現代健康飲食潮流，或者視覺上有吸引力嘅新菜式。結果呢？時代變咗，消費者變聰明咗，選擇變多咗。當大閘一打開，大家發現原來外面嘅世界咁大咁精彩嘅時候，香港茶餐廳嗰套倚老賣老嘅招數就徹底失效。由以前香港味道嘅代表，變到又老土又守舊，甚至成為咗網民口中劣質服務嘅代名詞。呢個真係一場莫大嘅悲劇。翠華茶餐廳嘅例子更係令人唏噓。佢上市之後，走上咗資本擴張嘅道路，喺內地大舉開分店。但係佢哋喺內地嘅定位，竟然係定位成高端港式餐廳，一碟炒飯可以賣到幾十甚至上百元人民幣。喺早期，因為內地消費者對香港文化仲有一層濾鏡，覺得香港代表住時尚高級，所以願意買單。但隨着內地本土餐飲業迅速崛起，人哋嘅質素全面超越香港，翠華嗰套空洞嘅香港光環就迅速褪色。喺內地市場節節敗退嘅同時，佢又疏忽咗香港本土大本營嘅根基，兩頭唔到岸，最終導致今日多間旗艦店相繼倒閉嘅慘淡結局。這場關乎港式茶餐廳生死存亡嘅保衛戰，已經來到咗最關鍵嘅十字路口。到底是就此走向徹底沒落，變成歷史嘅塵埃，還是痛定思痛，迎難而上，實現絕地反擊？呢個唔單止取決於那些上市集團嘅老細，取決於街邊每一間茶餐廳嘅店主，更取決於我們每一個人，是否還願意給這個代表住香港靈魂嘅飲食文化最後一次改變嘅機會。